电视剧《茶金》是以新竹北部的茶米大王琼阿新做主角，讲1950年代台湾茶产业的历史。茶金放送了后，真受欢迎，嘛带动新竹的观光。即阵毋但戏剧内底场景城游客，北部老街嘛愈来愈闹热，附近的老茶厂生意嘛好真济。江阿新在做茶之前，跟同时有经营林业。这栋西洋楼就是茶金电视剧主要的场。就咱人员详细绍介主角琼阿新的故事，民众因为看过影集，对这特别有兴趣。因为我们之前就只知道金广府，然后一直都不太了解是江阿新的历史，然后后来看到茶金，就觉得好像原来这边的历史还蛮有趣的。边仔有北部真有名的古迹金广府，也是当时真重要的办公行政中心。来到北部老街，会使看到观光客客家满满是。头家讲，茶金为当地确实引进袂少的生意。现在人潮慢慢回笼了，但是当然都有帮助啊。故事内底重要的主角之一碰风茶，即阵嘛目起真侪人想要来遮了解做茶的过程，把碰茶名声评过去更较响亮。有这个机会让大家认识东方美人茶，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很荣幸。透过这部剧，可以让现代的这个年轻的伙伴，还有一些家庭的朋友，不管是你是想要学习茶知识，或者是因为这部剧而来到这个认识这个地方而过来这个地方的人变得非常的多。我来。因为有一个人那边他这边是空转的，他这边是空心的。来到老茶场，唔但有好茶通啉，人客阁会使在现场亲身体验做茶的过程，实在真趣味。让来的客人也有事情做，所以那我觉得我们就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也就是不断的去让客人知道说，东方美人茶来自于新竹县峨眉乡，那我们就负责招揽客人，让客人可以喝一杯东方美人茶。那假日我们很多观光客都慕名而来尤其是在浪漫的台三线那峨眉北部地区非常多的旅游景点那搭配的这一部连续剧那也间接那注意我们地方的这些不管是农特产业、茶产业还有一些观光的这些景点那都受益匪浅。经过老茶场第4代头家绍介，民众对碰风茶有更加亲密认识。茶金履行为当地茶米事业再来成立，也对在地观光做出贡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